寄揚州韓卓判官杜牧。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木凋。24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韓卓係淮南節度使莫宗與杜牧同僚，二人皆好野遊。草木凋，木一作味。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木凋。意思係江南晚秋遠處山水草木凋零。24橋位於揚州府，橋有24，隨字已廢不可考，借代揚州府城。玉人係才俊或者係美女，教係使。24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意思係今夜月明，韓卓你在揚州邊度？要美人為你吹簫。一齊朗讀。寄揚州韓卓判官杜牧。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木凋。24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一齊背誦。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木凋。24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同學翁話：呢首詩唔係調侃友人，係懷念昔日歡樂。